洒的世界，无人袂懂。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该秋天天春的西路，紧行紧冲过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紧往西日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永远的结果。我唔记得路，我唔记得路，该梦想像南方的山头，行呀行，郭老师啊，你施公文的事情确实也是太过火了。我希望你啊能够跟主任道歉。校长，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不对，我愿意在此跟主任抱歉。对不起。哎，徐主任啊，既然郭老师已经表示歉意了，那你就不要再追究了嘛，好不好？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，好不好？哎，既然校长您都已经这么说了，我当然就不好再跟晚辈计较了嘛，是吧？哎，既然是能这么圆满结束，那是最好了。郭老师，您去忙吧。校长，我做错的事我已经道歉了，可是主任篡改名单，该怎么样处理？什么我篡改名单？你不要乱讲话！我是经过校长认可的。校长，这真的是您的意思吗？如果您要更改名单，你应该事先知会我，要不然你当初为什么要把美术选手办的事交付给我呢？你这么做让我觉得不被尊重。哎，你这个年轻人讲话怎么这么莽撞啊？校长是看你不成熟，所以私底下帮你一把。如果校长是想要帮我，那我可以虚心接受。可是如果是受势力所迫的话，我没有办法服气。这话也不是这么说的，那就请校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个对于美术作品的喜好本来就很主观的。我跟徐主任认为林志宏比较适合参赛，而且他也有经验。你们这样没有理由的一昧认定，我没有办法认同。请你们给我一个让我心服口服的理由。你一定要这么坚持吗？校长，我身为一个老师，就要秉持公正客观，要不然我怎么告诉落选的学生他们哪里做不好？我不能让他们连自己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哎，主任，你有什么看法？啊，我哪有什么看法？我个人就认为林志宏画的比较好嘛，他比较有资格去参加比赛啊。你这样讲太笼统了。那我认为古阿明画的比较好，为什么不派他出去比赛呢？郭老师，你是故意来给我唱反调的，是不是？我只是要你给我一个能说服我的理由。哎，我看你这根本是在……你们俩不要吵了，好不好？这样的，既然大家对这两个参选人争执不下，那为了公平起见，我就请全校的老师一起来评定，怎么样？校长，这件事情有必要那么大费周章吗？那你们两个这样争执不休，谁也不服谁，这也不是办法呀。美术这个确实是很主观的嘛，我看还是请大家一起来评定，投票，对吧？到时候选到谁，谁输谁赢都没有话讲。哎，郭老师，你认为呢？好，我接受。好，那我们就决定下个礼拜一表决，好不好？我跟主任研究一下方法，啊，你先出去。校长，这样好吗？不这样做行吗？
啊，郭老师这么坚持也没有不对啊。啊，要不是那个林长寿一直拜托我要我帮忙，我懒得惹这个麻烦的啊。这个林长寿也真是的，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比赛嘛，干什么这么拼命呢？校长啊，你要知道，那林议员呐，什么都要争第一。万一这次出来的结果不合林议员的意思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你赶快去想办法啊！我，哎，你打个电话给林长寿，你说我已经尽力了，再多我也没办法，我也办不到了。那我，投票的确是最公平的方法，可是其他老师们会真的公平看待这个投票吗？是我们没有看清楚，我们要不要偷偷把它打开？阿明，对不起，请再给老师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努力去战胜特权的。你这么该请干啥叫你快点想出来啊？还没，应该有名有姓的，你莫乱看好不好？那你唔系讲喺做老处，你做前几天数啊，姑嫂。姑嫂，你都请记了，哈！你不讲有几多人，你那啥冇请，你请唔记？其他研究无限，研究案件，姑嫂係做前期啊。我假使讲你冇做一期嘅話，我做後期冇做啦吼。马老师，好了没？好了，已经抓到了。伯母，我已经处理好了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什么人呀？哎，你那个，哥哥，你再来嘞！哎，基本你冇卡有了哈。啊，係啊，佢係好教嘅馬老師啦。啊，因為吼阿妹講做下有個落處，佢講都唔敢你去，就先過來聽書啦。有啊，请了，王老师，你好。你好，同学的局长大名。哎，怎么这么讲呢？我也是久仰你的大名，我家里的人哦，也经常提起你，不是吗？啊？你就亂講嘛解啦。硬講，你係咪要經常提起嚇？有嘛解唔錯啊？你唔係經常係個白姐姐。师傅，你瞧该做嘛该啊？你有看计划啊？阿姊，你有发现冇？计划行路全部都白白的。哎，很臭有一点咩？你冇是看叫伊行路做嘛该啊？你一看啊，先生讲我用心看，那佢哋画到好几图诶。师傅，你开始爱画图咯？嗯。想爱画图迄动好个啊，你总係爱培养一只兴趣，就像爱好钢琴腔样，心情唔好，喊做地弹琴，放松一下嘅门。错啦，今年你来爱房间，係咪有法爱人来讲？冇啦。干冇？他用俺无比哪个意思嘞？好嘞，俺只是来问你，根本你想什么该？俺记住本你是。全部都做对啦。应该就俺去甲家庭咯，唔好发太久，等一下就转来上班。嗯。
弟阿爸天书嘛被死去，啊，迄每老义讲好咧。啊，好，哎，粗茶淡饭的啊，马老师，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非常好吃，伯母的手艺真的很好啊。对啊，我爸他就常常说，我妈妈是先抓住他的胃，然后呢就逃不出妈妈的手掌心了，对不对啊？对了，马老师啊，你会不会听客家话？会听一些，不过开口说可能就不行了。那我呀就用客家话哈，老你讲啊，客家话呢就要讀糖讀講客家嘅哈，我呀係安用好嘅啊。哎，伯父，你不是客家人啊？我爸爸佢係福隆人，故說講台語嘛會通。會通啦！我女兒哈，她就是啊，遺傳我的語言天分。馬改法一學就會啊！哎呀，以後如果啊，連這個原住民話啊都會學得好的話，那就不得了啦！爸，你有啲亂講嘛干哦？好啦，你留喺入面，聽講，聽呢個，等我試試講。我看伯母好像不是很喜歡我。唔是得佢啦，佢去安用哈。老實事啊，你都唔歡喜，你等相信你呀，啊，每本啊，很美很朴，伊啊，看你啊自家人咯。伯父，你說遠了啦。唔識㗎，我看到實，哎，你啊，中意咩啊？繼續講啊，阿妹啊，中意你啊，張妹啊，本年入嚟啊，阿妹啊，我嘛解決點，做戲啊最硬，你唔好啊，本期啊黑到哈，係黑白啊嘛解問題，最硬，我講你啊，最有咩好方法，好唔好啊？什麼呢？唔是害你，好起來。不是害。好了好了，看電視，等吃水果啊。阿妹，唔多得講喏。我冇介意介紹菊花先生。阿妹，我就要行忙搞喎，你多得手裡嘛干喏。哈，我看你了呀，莫過來演戲，我又沒搶命，看唔出來咩？等到佢啲愛講喎，都分唔到咧，哼！哈，迄個，你去問佢來按天數做老師，愛幾多技術費，幾多錢，我付不起，哼！我就唔會欠佢一份人情，都愛執書記做我嘅班子。阿妹，你有咩人講法喏？馬老師叫嚟撈你聽書，誠心係好你，冇人要撈你數錢嘅。再講，然後我等下啲觀察佢聽聽。雖然講佢冇當好嘅配件，但是我看到佢對學生嘅好，我知道佢真係當善良嘅人哦，真嘅哦，本來當感動咧。阿妹。你們做得思考呢？你做得了解佢，佢某一天哦，你會發現佢懂得嘅優點嘅。哎呦，我也唔係按現實，一定要對方有錢有勢，
怎爱让你老去交往？主会哦。阿妹，你到底咧想你嘛干哦？我讲你以后该到山上去生发飞魔风天，俺要为盼得你是苦哦。阿妹，巴士是忙于一番哦。再讲哦，你下山当嘅神法已经同见太发嘞，你还会唔会吃苦？你放心啦，用暗自 C。哎，你去哪里啦？我到处去骑车走走啊。你呢？晚上都没看到你啊。哎，我到翁老师的家去吃饭嘞。不错哎，有进展了哈。好像是吧？自从上次初选赛后，他就对我比较友善了，也不知道是同情我，还是对我有好感，我自己也觉得很模糊啊。你不用想那么多嘛，有进展就很好啦。怪不得你在学客家话，以便沟通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上次也看到你在学啊，对不对？是啦，可是现在少了个老师来教，进度很慢。郭老师，你怎么了？我发现你今天的心情特别沉重啊。是不太好。我想主任大概很快就会跟大家公布4年级的代表选手要重新投票表决吧。什么？为什么这件事情变得这么复杂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不过他们也没有一口就否定古阿明，我倒觉得蛮开心。其实我并不怕用投票表决来证明古阿明的实力，我只是会担心投票不公了。你担心林家那里会耍诈？其实我不想把他们想坏，可是发生过这些事情，不得不让我担心啊。你可以找林老师谈一谈，他向来正义直言，也许可以帮上一点忙。我是不想造成林老师这么多的困扰了。他弟弟林志宏又是参赛的选手之一，如果我跟他说的话，反而会为难他吧。郭老师，你很喜欢林老师，对不对？喜欢也没有用啊。我现在心里比较在意的是投票表决的事啊。我真的很希望杜阿明能够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。大概除了这件事情之外，我也不会再想其他的吧。不说了，翻进去了。阿姊，今是安尼，你怎么敢向我忍耐啊？因为啊，阿爸在做邮寄查的验证，迄费要发一张牌给阿爸。以后我等个查验就做得挂一块验证的标志咯。这只标志做得怎么改啊？做得啊，本大家都知，我连两片查验，迄正经的邮寄查验啊。故说，我等俩下为了俩位亲强力，等阿爸都退别准了，就做得老牌的挂上去咯。古长妹，古阿明，郭老师，郭老师，哎，茶妹，你爸呢？到台北协会去办事了，要过2天才回来。哦，你们这么乖啊？星期天还在帮忙？爸爸不在，更要顾好茶园呢。阿敏，你怎么了？阿敏，来，阿敏，喝点水啊。
阿明，你有没有好一点？茶妹，阿明会常像这样突然昏倒吗？以前不会，可是自从上一次感冒后，就常常喊累，睡觉也常叫不起来。怎么不去做检查呢？你爸不是说带他去大医院吗？是啊，我爸已经请朋友打听医生了。老师，阿明，你还好吗？我好了啦。老师，我问你哦，如果我去医院检查的话，那我可以参加比赛吗？老师，他就是这样，都不管自己的身体，只管能不能参加比赛。其实老师今天来找你们，就想告诉你们说，名单大概礼拜1就会公布了。那我会参加比赛吗？对啊，老师，阿明每一节课都去看公布栏，好烦哦。你可不可以偷偷跟我们说，阿明到底会不会参加比赛啊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哎。为什么？这不是老师决定的吗？可是现在情况有点改变了，因为林志宏跟你实力相当，所以学校决定下个星期一让所有的老师投票决定。老师，那阿明是不是没希望了？阿敏，你不能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啊！就算到了最后一刻，你都要保持着希望。听老师说，我还是最看好你，知不知道？阿明，你看老师都这么鼓励你，你要赶快打起精神来。礼拜一如果确定是你，你才有力气去训练啊。新규模做好幫啦，如果你眼珠本年先好冇？嗯。等一下。喂，朱寧。係啊，你有冇多福卡？有事情愛攏愛講。好，愛弟，我等一下出過去。志峰，你有點事情，你先揸去好冇？嗯。乜解？我用投票的方法，今天參賽改選手。係啊，郭老師冇哪裡講哦。其實郭老師吼，佢話到吼，挨老高中哦，在開玩笑啦。佢話到吼，佢冇講到冇事啦。唉，冇講也好啦，佢冇想到吼，我會來落票啊。落票？係啊。冇，你話到我特別請你出來去做乜嘅？林老師啊，你應該啊會投你落台一票啊。哦，有你一票吼，我都放心嘞。你去請吼，配給老師。哦，記得哈，老你阿叔講，我喺清真鎮吼，你幫忙入去落台。唔可以老你講嘞，啊，聽講你嘅哈。我喺兩班投嘅票呢。郭老師不在啊。徐主任，你拿出这个体育器材增购单给我，要做什么？你上次不是想增购一批体育器材吗？你看上面最后一项哈，你不是怕学生受伤，想买一批护具吗？这可以买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不过你要先帮我一个忙就可以。要帮什么忙啊？事情是这样的啊，
明天呢，学校会办一场学生作品的投票表决。你只要投林志宏1票，我保证啊，会让你器材上面全部过关。徐主任，你这样是官说加贿赂哎。什么叫官说贿赂？别讲那么难听吧。哎，这话说回来，这不过就是林长寿啊，想让他儿子去参加比赛嘛。只要你让他过关啊，哎，我就可以向林长寿提出赞助费用的申请嘛，是吧？这也是帮你啊。他儿子参不参加比赛有那么重要吗？李立元就不想输给那个茶农嘛，这是他们的面子问题。哎，这个我管不着。至于说重不重要嘛，这又不是选校长，那派谁去参加比赛不是一样吗？只要他能够得名回来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又不会少一块肉，所以大家就各退一步嘛。哎，不要像那个郭老师一样，他妈死脑筋啊，就为了点小事，把大家搞得这么难过，是不是？哎，好啦，不要再想了，我们就让这件事情啊赶快落幕，大家日子比较好过一点，你说对不对？啊？大概，你还是林志峰。翁老师，你卡谁上到的啦？我做嘛是上到的啊？你做个来不卡关说嘞，还不讲你提哦？唔可以关说，来上哈，抢你天顺来啊！刚讲你唔知，俺不卡老林个喺死对头，加上林长树的地方唔知做几多魔法都解决嘅事情，到最尾还係俺爸爸来做民意代表出面来解决嘅。呀，这年嘅事情啊，都冇用用啦。其实哈，我先唔讲哈，你到啊，老林家有乜嘅恩怨呐？投林志峰1票啊，也为你起家哈报一箭之仇啊！你讲了话係乜嘅意思啊？我堂讲哈，你以前啊，亲中意郭老师错唔错啊？本而結車千無面子哦，向你暗講嘅細妹哦，結果唔啲欣賞，一做人吼千改死呀！呀哈，讓把你嘅孫佢嘅意哦，去支持佢中意嘅學生咯，投林志峰1票，為你去嫁出去。主任，冇想到你還懂好講八卦哈！你今年管哪兩種事情來說風啊？你還神奇真係懂蟲呢？我為你請佢飛出去咯，誒，你細妹過嚟買嘅飯咯。誒，你係唔係做添啊？要唔係唔落去做啊？洪小太太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主任係嚟行敲門嘅，佢按外調投林長順拉1票，當然唔敢去啊。哈，係主任啊！哎呦，你又要一幫那林長樹做乜解咧？我有個事情啊，我同佢講啦，哈哈，我買個事情啊，我今日嚟一片哦，先了解一下啦，你冇阿記哦，哦，佢做乜嘅決定嗬？祝賀啦，排先，先做啦。啊，上來了啊！啊。哎，大家一條毛，做了馬家事情安怎做啊？今天那林長樹嘅太狗皮，當然會講你到底啊。哦，真的是對了。哦，到底愛同馬家票哈？太熱天嘅需要佢，啊，按辛苦就一零。最尾就夾來愛參加比賽嘅事情，佢哦按外調投嘅林長樹嘅拉1票，唉，真係唔曉得，呢種事情有乜嘅好講嘅呀？郭老師應該唔知做你啲後輩搞鬼。黑大哥，你去那邊？好高，好高。大家你重數啊，前日細心服務啊。老公，我愛木做皮，要開始跳嘞。你冇做皮跳，我愛講錯乜解啊？當然，我容易講啦。總之哦，我愛木做皮跳。林長樹嗰邊都衝出一堆問題啊！然後面對委託你，也需
讲啦，又係啊，本嚟公眾啊，呢度啲啊。老公，南公主奶奶，跳一动厉害咧！好，外公咧，拜事情我都难在过了，老公。真的被我猜中，主任已经开始为了投票的事情有所行动。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我还能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去拉票吧？这种投票的事情本来就自由行政的，我不想去影响任何人的判断。马老师，郭老师，有事吗？我下来跟你们说，徐主任刚才来找我。我就说嘛，他不会放过任何一票的机会的。原来他已经来找过你们了。他还拿了体育室的采购用品来跟我交换条件。真是太卑鄙了！看来学校7个老师，除了郭老师以外，其他的他应该都找过了。7个老师加主任，共8票，只要超过半数，古阿明就没问题了。郭老师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站在你这边的。黄老师，你呢？不好意思，我这人是比较公正，所以我要先看过作品，才知道要把票投给谁。其实翁老师的这个想法才是对的。马老师，谢谢你这么挺我。我当然也希望每个老师都能投古阿明，让这小朋友能崭露头角。只是我也开始游说，也开始关说的话，这跟主任有什么差别呢？其实你们真的只要依照自己的喜好去投票就可以了。其实我还是对古阿明的作品很有信心。我想他的作品不用我太多言语去宣扬，我只希望你们能用心去体会、去感觉，这就算是帮我了。郭老师也真是够倒霉的，第一次当老师就遇到这么棘手的学生。是啊。哎，谢谢你，还专程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。别这么说，我也是看不过去嘛。那已经没有事情了，那你现在要回家了吗？是啊，不过我回家也没什么事啦。不如我们去看场电影吧。好啊，反正也没事嘛。那走吧。水哭倒的啦。生气个哦，今饮好发嘞，夹到去水毛。我要紧啦。我刚刚上到郭老师，我硬说去阿爸个上表呢，我都还没发，先不来发。我发个时间长度，唔生去水毛。乖啦，糖个发，夹到东西，我听叔叔。阿姊。是啦。好了。跟俺生一岁了。韭菜，来拿韭菜。哎呦，你的生一岁嘛？韭菜是什么？阿明同去年来洋葱的，我夹到现阿爸对伊看先生装作的。
哦，我上去有啲东西冇买，你先落去。安样办啊？等一下出来投票嘞，那应该投到马萨。各位老师早安，非常感谢各位部众来参加我们这次临时的会议。因为有鉴于美术选手班的一位4年级代表的选手啊，校方的意见跟指导老师的意见好像有一点出入，所以呢，本着民主的精神，我们希望以投票的方式产生啊，用此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方式选出大家心目中最理想的代表。这边有2张画。是当初吴阿明跟林志宏他们在美术选手班的时候所画的啊。那希望各位老师能够依自己的喜好投下这个神圣的一票。好，现在请各位老师来评判。顾老师，你不看吗？不用了。我心目中的人选不会改变。翁老师，可不可以麻烦你正经一点啊？主任，我觉得很有趣，不能笑吗？你是不是有点紧张过头了？好了，既然大家都已经看过画了，那一会儿呢，我们就开始投票。苏老师，麻烦你把那个纸笔发下去。我希望呢，大家能够把自己心仪的选手呢，就写在这张纸上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来唱名表决。对不起，这堂课是自习课，你们不要乱跑，赶快回去位置上坐好。奇怪，保姆他最近好爱睡。我办法让他马上醒来哦。名单公布了，名单公布了，这招一定有用。真应该，名单公布了。我就说吧，讲到名单，他一定会醒来的。你的懂法呢？听说这一节课会变成自习课，就是因为老师在开会做决定。开了好久，不知道决定好了没有。我希望古阿明会上。我也是。周才，你们2个再不回去坐好，我要记你们的名字了。对。上个日水，我登上一发组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开票。林志宏，1票。林志宏，1票。
古阿明一票，林志宏一票，古阿明一票啊，古阿明一票。林志宏又一票。古阿明一票。怎么会这样？主任，你是认为有跑票，所以才变成这样吗？你乱讲！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平手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还有一票，你们不要忘了，还有我一票还没投。哎，对啊！哎呦，我怎么忘记校长还有一票了？校长来正好。哎，你要不来的话，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棘手问题呢。好，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，我先看一下作品。啊，是。校长，这个是林志宏的画，这个是古阿明的画。好，那我就直接写上我投的这一方。校长，哎，太好了！这次的名单就这么决定了，就由林志宏同学代表本校参加美术比赛了。这次做这个决定呢，无法如大家的愿，势必会造成某一方的遗憾。不过我还是非常肯定郭老师的训练，因为他让我在这一次的作品当中看到很多的惊喜。哎，郭老师，那以后的训练还是麻烦你了，好吗？哎，郭老师，校长问你话。主任，不要这样。各位老师，今天的事情到此为止啊，你们大家去忙吧。感谢各位老师来看今天的会，谢谢你们，耽误你们时间了，不好意思。赶快回去上课哈。哎呦，校长，还好你来了，要不然这种事情我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嘞。怎么解决？我投这一票多为难啊！赶快去打电话给林长寿，你说这种事情下不为例。李老师，要喊你下来吗？你想要害死我啊？你怎么会把票投给古阿明呢？鬼仔要有高中一票啊！莫，我实在唔对，迄娘的啊，老娘输搞代了。你哦，实在哦。那一票真的是林老师投的。看来他还是有良知的。他总算学会表达自己的意思，不再当林长寿的傀儡了。
的啦，公布名单的啦。阿咪，唔好骗我。骗唔做嘛该？好嘞，我哋繼續去看。看吧，有冇骗一個？ 3年级吴顺燕，4年级林志宏。你係無道理啊！人老佢有契約嘅，佢做唔這個，冇去做就冇去做啊！葉生，你哪嚟講？你很勇敢哦！你哪嚟講啊？你唔講啊？ 那有冇牙說？我給會啦，我給會啦。阿爸看到會當傷心呢。我當初愛睇住阿爸，不過我唔知我用辦做長做的，阿爸當菜工呢。